因为电价起哦，佮有之前疫情的影响，桃园集运公司了超过32亿，所以2025年的1月初2开始，要取消全30块的优惠票，要恢复原价咯。也毋过哦，针对订机票佮有市民卡，会来推出愈较优惠的方案。集运站内面也个人看到全线区间车票的优惠10块的广告，不过这项优惠明年1月初2要取消，但是若无伫咧机场第一航厦 A12。第二航厦 A13、机场旅馆 A14、A13的站上落车的旅客，也是当有5块优惠。民众听到这个消息，有人赞成，也有人讲，安尼袂输是起价。其实也是觉得有点无奈，但是希望政府可以有好一点的配套。当然能够方便老百姓出入，当然就是应该尽量的优惠。交通事业本来就会有亏损的问题。如果通常搭机捷的话，是有出国需求嘛？出国那几万块都在花了，还在那个单程10块、20块。因为电钱起价也有进前疫情影响，同集运公司亏损超过32亿，到113年9月也有4.6亿的负债要还，调整票价优惠措施。嘛是有配套应用，整体方案影响上大的是在机场集运出入境的旅客，但是上下班甲上下课的人无影响。原有的定期票下杀到更低哈，所以反而变得更便宜了。那另外呢，使用 T-Pass 的旅客也完全不会受到影响。那桃园的市民卡也会从原来的8折再降到7折。同集运公司建议，会当成为沿路退票方式进行新方案的定期票转移。旅客伫咧这个月23进前，只要查身份证加票卡，去同集运各车站，除了 A20兴南站以外，拢会当办。伫明年1月初2进前买的人，无收50个的工本费。另外，伫明年6月30进前办退票，拢袂影响会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